今日同大家分享3到4人單位間房裝修設計案例。全屋實用面積391尺，現代簡約風格，間咗2個房間，客廳用玻璃趟門間1個睡房，入門口做1個多功能獅子櫃，儲物方便。梳化背景就全部做護牆板，搭配燈帶更靚。另一邊就做電視背景牆，連格柵隱形門一體，加埋燈槽同燈帶，空間非常明亮。玻璃門間房同樣唔會遮擋客廳自然光線。間房內就做阿仔房間，3尺床連衣櫃書台，空間都很充足，住的舒服。主人房做格柵隱形門，房間內就做4尺地台床連梳妝台加大衣櫃，空間合理利用，實用設計為主。廁所做 PD 門整空間，7字形洗手櫃加智能鏡櫃最實用。最後廚房門口做一組吊櫃，廚房就正常做 L 型地櫃加吊櫃就可以啦。大家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報價。